半月如何打呂布啊？唔係呂布如何打半月？大家知啦，尋日我有2星卡，把聲又唔係幾舒服，條嘢即係條氣管啊，成日戳住咁，所以今朝早上去街市買2嚿滋潤，但川貝吉緊，諗住補下條嘢嘅，點知唔覺意聽到賣蘿蔔嗰個阿婆同隔離賣豆腐嗰條茂利喺度講，話呢個婆乸可以吊住阿呂布嚟揼，我一聽當堂嚇一跳，仆街啊！上菜裝備啦，不過唔緊要，已經有2件披風夠晒㗎啦，大佬啊，唔使啦，有咩事我吹水人卡唔掂啊，使鬼嚟幫拖咩？死未俾人拖住嚟揼。不過我哋2個人喺度，如果就咁俾你走甩咗嘅話，我哋仲使出嚟行嘅，係咪咁講啊？係人都知我吹水人係出咗名好閪名字你嘅。哎喲，殺到嚟啦係嘛？定啲嚟走位，冇俾佢拖住。係啦，我承認啱先嗰波我哋人多閪人少，有啲勝之不武。但係呢個世界就係咁噶啦，唔通我經常俾人塞5個圍住，好似得跳生牛肉丸咁，又要話你知咩？凌空鬼仔跳！攞你命3000！你想做什麼？不要以為你這樣拖着我就會害怕，沒用的。正所謂人要臉樹要皮，人若不要臉，天下無敵。試問一個連臉都可以不要的人，難道還會怕死嗎？不要着急，看準時機，來凌空鬼仔跳，收佢皮！根據唔靠譜消息，阿麻 B 省理老母研究學院研究發現，對抗路係唔需要睇戰績嘅，只要你足夠猛，就可以令對手聞風喪膽。喂，你又想做咩啊？呢條粉蟲又想喺度搞什麼話？上開地走，你插翼都能飛啊！凌空鬼仔跳，問你死未？